在要变成公共事务服务者，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请大家放心。这整个领域的许多知识的不足，所以我马上会在科医师交代的100天之内，我会拜访100位先进，带着我的业务相关的同事。从村长、代表委主席、农比理事长，一路从基层做起，检查提防，以热心公益学校、庙方，有人我用人才有可能改革。10班、20班，你就按呢样样的行晒。我必相信，那哈，俺们大家出来分享，中央社、省央班、欧央市、标准鸟、大部分数。马不反在，脚踏实地奔走向上的，登记第一个，放屁！对方啊，又来夹波，又来封锁，伊来啊，猛来糊涂，讲来规眼神的啊，恰用恰风，那没通到哦，是一脚扑脚咁踏出去哦。阿奇，唔係喂，沈路上來半塔下看，看下要插用插風嘛，唔係喂啊！冇話會費事啊，喺家會飲嘛。講哪裡啦，那邊人講哪裡啦，來，路上來半塔下看一下，大家看看那是哪，先拍1.5英尺路嗎？上幸福咯，真是眼光啊！阿奇來搶高，俺哋狀況吼，迄有乜嘢本來10個，將人睇成講出來。阿奇出來達標啊，有錢有你啊！阿峰来刚刚都好，两个路，你一个情绪哦，你都变成了亚美时间路过连接，都变成了你都其他边，你都变得偏的，好嘛？嘿，你刚譬如讲啊，人家乜講啊？上都嚟做主持人喎。唔做主持人咯，係做唔拖嘅。我講啊。Sorry, we rehearsal because recording. I think also 用方 should prepare. OK, yeah. 阿峰來剛剛都唔知個想象一個唔係那個政治人物。但是一鋪就勇敢踏出去哦。那每場都是一鋪就勇敢。嗰度又學危機啊！佢如果跟演雙簧嚟講啊。來，阿 K， 3度1來，本塔看那是，看那有接用接風麼？哎你講唔好啊！哎。佢費事啊！喺教會媽嘛，你啊嚟講啊，唔拋嘅啊，唔可以用嘅啊，本塔可以嚇。哎呦，阿仔好啦，你有時把劇場嘅面試啊，你阿哥嚟錄影啥嘛，你有嗰種通照。哎，如果你這個想象有通照，那個因為上映的 drama 對劇場因為就出來。阿 K， 3度行來，本塔看那後面有接用接風。唔好玩，會費事啊！唔拋嘅啊，那邊人講哪裡呢？錄出來，快！大家看那是哪？先放1.5英尺路毛。先头把歌唱地位吼，俺人会不由自主吼，手面我就挑太多东西，譬如讲啊，不是通常演员，俺从来唔会看好，也做乜得下戏，得戏来片。其實每個劇團都會調緊你得下戲。其實也冇小事係啦，多19班人演台，演戲老輩
啊，分落合演又重新归了耶。那先前哈，一个只是研究全部演出戏嘛，所以各次演出开始变成主持哈地方上的种样的，包括农会啦、啊公所，嗰还有代表会，出来上去嗰陣要戲咩？阿健，阿健啊，阿健，上先夫咯，也有人嘛，嘛个阿金嘛，學歷大呀，冇資格，做人他家上莊。通是說阿金唔敢唔承認，但係阿冇他家，人狀況保釋案多，殺死案多，有萬人咁樣留下來，咁人他家服務呢，係咪？这个地方就是美容所讲的龟山地区，大概是美容在烟草时代全美浓种烟草最好的地方。对我童年而言，我最重要的劳动记忆就是从茶岭山跟我父亲驾着牛车一路走到这边来，那我父亲去田里面工作，然后我放牛。父亲跟母亲在远远的那一头，然后我在这一头，就看着他们劳动。那做到傍晚的时候，我们一起驾牛车，还是从沿路回去，然后有时候会在溪边洗脚。对，那个大概对我来讲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秋天来这边的时候，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灰蒙蒙的。所以有时候你工作好长一阵子之后，你会以为说时间是静止的。所以小时候在这边劳动哈，就是会以为长大之后就是这样劳动，那你会觉得世界可能就是这样一直走下去。我哋很細啲下吼。其實天氣有地方吼，看唔到板橋呀，看到板橋吼，危險人用吊沙包嚟食啦。所以閒時候，板橋啊，可能全部邊樣比較啊。現代化教育跟工業化過程，所以使得吼農村地方也好，我讀書嘅人口全部該出走嘛。叫人人都啲下位。板橋已經唔驚人啊，板橋已經比人還講多嘅啊。那个是有一个艺术家在我们那边当替代役还当兵，然后就跑来跟我们认识，后来他就帮我们画了这一张。哎，我们要上去了。好。子君来了，来了。
上去，俺们态度行比脏，比过的金山个，不是讲，就当到去搞个字体，你发言按感觉，唔怕，就当到去搞火火，来，俺们出来冲山个，好冇？学生时代已经开始接触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呀。以1986年的灭起之后吼，咱就资本就就我伫台北做各式各样的主动跟辩论，那种初级对我来讲就个虚无，因为吼俺的关心的农民跟工人都是讲还是特别资本最多啊，所以其实就开始会想到许多真实的提一线呐。所以就会提92年推处理下的，他们讲中医吼，读毕业底下的吼，就连想都冇想，就几难铺呀。沿台北市出开始，从来未想过，同一条路线，发是唔同嘅地方，我拿到俺一个钟头，拜拜阿爸，茶古包去农会碗皮了，就会干眼，接到牛杂蛋个杂事，同你也看得出，沿台北市从一些农处农，路两层的铁道木，压压搭搭，不出路边的。用牙的跟素养的，同你也看得出，沿台北市从闽南上，有张我鱼台，便是派送茶，慢慢听论，开芝麻鸡的是老气，共天共地，同山都的产得出。从我过后，天生改转出国，大马高路是大半门马之中，钢铁是话引来引上工。但係是引來引快轉晒，沿台北市樣式，從咪富氣，辦來挨一個總頭，引咗引皮，引咗引工商，會種嘅後生嘅比就強強。那我们的这个合院哈是前后堂，大概是美容比较少的一种合院的格局啦。这种格局哈叫做3间8房式。我们看这个主堂哈，就是客家人的写法哈，就是从第一代开始写，第一代呢就是从每一周的开机组开始写，所以那边算第一代。所以到我呢，到我是23。所以我的曾祖父那代是24来这边开机。室内属河南，司总理土公南，以北府西周阳，赍首归行，出太迟还没有人意。看这边，种子传佳音，玉良烟二台多，天米农看两度通，开河坝等多饮水真粉土。那有意思的是最后这个某艳意，某艳意是什么意思呢？某艳是一个移民的一个自我表达，就说呢，到徐记之后呢，后代子孙呢就像燕子一样，要飞往其他的地方。这边的客家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对联哈，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呢，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祖先从哪里来，就是我们会有历史意识。美浓历史的真正的核心是烟草，
是烟草所建立起来的劳动力的交换制度，这才让美容人之所以变成美容人很重要的东西。烟草呢，这种经济作物呢，至少在40-50年前呢，是全台湾呢劳动需求量最大的农作物。比如说我祖父那个时代呢，家长在考虑女儿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都有换工的考量，就不要把女儿嫁太远。所以因此你看，长达60-70年的高强度、高密度的烟草经济之后呢，美容人际关系才会那么样的密，非常紧密。紧密到什么地步呢？我不小心在路上撞了人，或被人撞，倒在地上，那么旁边可能有一个伯父或伯母过来要把我拉起来。他在拉我起来之前，可能会先问我几件事情。第一个不是问我名字，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大旗下人。他说大旗下哪里？我说泰加哈里瓦哈，就是那个有个大的那个坡滑下去的地方。然后他可能接着就问说，那你是左手边还是右手边？我说右手边。哦，那你姓钟？我说是。那某某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祖父。哦，那你要叫我阿姨。美容是这么恐怖的地方，美容是这么恐怖的地方，至少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是这么恐怖的地方。不好意思，我在你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看到一些，就是像是种树啊，然后剑道一刀下，就是都是一些你渴望回乡的那种游子回乡那种心情。那是为什么？就是让你对美容这么多的牵挂，那么想要回来，然后那么爱这块土地？我想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诠释，所以我大概没有办法讲那么细。不过我倒是想起有一首歌，美国的一首歌，这首歌唱的这个团好叫做 Eagles 老鹰合唱团。老鹰合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大家都知道叫做《加州旅馆》嘛。OK， 加州旅馆里面有一首歌词是这样说，他说 ：“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就你随时就是美容就像是在旅馆，你随时可以 check out， 你可以出去，但你永远离不开。驾照多起来还是干去搞对发啦。本来脱离吼，就话同样跟神中那种勾上了。东西下来下去吼，多起来下东西还是能够卡顶农养230公里以内的事情啦。鬼龙那边下雨也是像这样的，像这样。对。一线现在确实是这个时光停滞了。你去过很多大陆地方吗？那些地方啊，一个小县城，哪怕是个小县城，都是高楼大厦，对，一大堆。反正一线是，其实就透露出一个经济不发达，没钱，干嘛？所以很多一些老的风貌得以保留。哎呀，你好，来看你。好久不见，好久。那你们一路拍过去，然后对，你先过去，然后我在那边等你们。好。12年底我们就在这边表演，对，那次表演很难忘，很难忘，那一次。木头跟迷墙，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那种声音的感觉就有一种劳动感。过去，然后把车开稳，我们慢慢往那走。超像美容，那个山啊，跟美容像极了。那个像丽莎吗？太像了。红薯啊，对，红薯。做粉丝的，来做粉丝，把它去日本，你是自己做粉丝吗？拿去加工啊。拿去加工啊。哇，台湾的粉丝现在都已经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这边粉丝还是用这个地方产的做的粉丝。跟着你走。跟着你走。好，我走了啊。好，走了。真的去了，哎。这么
差不多提什么样下就想一下，俺们汉色也好，所吃的东西，包括芽菜，包括美国主办吃的东西。但是俺们想形成一种对童年米线的一种乡愁。但是用下来俺们低啊。吃的话了，我吃的话了，就啷个动啷个。介绍了。看他们剧情了嘛，那个都不谈。都我们这不是好啊，这啥？一斤多少钱？2块。一斤2块。一斤2块。以前不觉得卖豆腐有那么必要，但这次我这样看，觉得豆腐是农村里面很重要的营养供给、植物蛋白质的来源嘛。一个村子里面就应该他们有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供应系统。都吃他做的豆腐吗？豆腐好吃的，好吃的，新鲜的哇！它几个小时就是好吃，就马上卖了哇。哦。啊，伊拉个在这拍比赛的那跟着这个卖豆腐的在他后面走，我觉得他串联了很多东西，空间的、声音的、人际关系的那种热络，甚至也串联了很多以前在我们家那一代几个卖豆腐的那种记忆。这边植物的种类真多啊，而且这个植物种类的密度真高。我还第一次看到那个茶跟番薯是轮种的，茶跟番薯间作很可能会让土质更松软，所以这个里面的茶一定会好啊。没有想到这边有那么多昭和草。好像是种的，野生的。呀，朋友有爆爆汁哦。好香啊！米稀差不多。来，可以吃。是吗？是。但我不吃。你对这种植物什么东西都好像研究得蛮深的嘛，都知道。孔子有一句话这么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避世。我们小时候在这种地方打野的啊。小朋友你好，长大了。他生活挺幸福的，一直在这里。哦，他一定很困扰。他可能在耳朵里面有一种吸血虫。对，那个一直会很痒很痛，吸他的血呀，是吧？对，所以你有帮他赶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有吃草的时候，那个脚就不会往后面甩。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够靠在他旁边，因为有时候他很痒的时候，他脚会这样弄过来，会弄伤人。我放牛放到27岁，从小是跟牛一起长大的，或者说是牛看着我长大的。所以都不敢轻易当公女片了。这都有。之前你那篇文章什么跟黑社会打交道，转发的很多在我们这里，在微信上。跟这些兄弟还好讲话的，跟村民不好呢。
所看到的这些农村，基本上跟台湾也都还是第3世界的小农的中低纬度，而且是低海拔的农村，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共同性。看到原本可能我生长农村里面没有，或者是我原本的村子里面消失的东西，其实是更多的是提醒，还有再记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吴冠中的话就是这样。对，水墨画。有时候你在旅行的时候，其实是在你的身体里面旅行。今天在那个屋顶上面看这个屋脊线，我其实一点都不享受，我其实是充满了那种内心的紧张的焦虑。大概你得有那种传统聚落里面生活的经验，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这些风景其实非常非常脆弱。古迹之民，一砖一瓦都不得任意碰触，触法。你这样急啊？一砖一瓦都不能碰哦。你这样急啊？说，主播，你这样急啊？啊？你今天热心来参与事情，你不要情绪化。我希望你热心来参与，你非常情绪化。按照高雄市文化局。我拿给你看。那你要有根据啊。冇啦，你冇一個切都唔係買富山啊！冇咁講喺度。係啊，一個啊，大家維護起來又要我買富山。這個我說唔怕，我是中家子孙，我不能代表發言嗎？我不能講任何一句話嗎？可是你發言的態度不對，大家心平氣和講，好吧，一來就好像對了我們。快些，我跟你講，嗰種事情，阿莫我講出來。啊，問你呢？誰送了案件就跟我講就好了嘛？誰同意送這個案件嘛？啊，特別送案了好冇？誰簽名嘛？他家有簽名，有人有簽名，啊，有的好人才的好有瑕疵，也跟。那我現在要求，那我問你啊，我跟高雄文化局啊，所以所有人同意嘛？這法定上就是要所有人同意嘛？為什麼會送件嘛？好啦，就講到安尼啦。係，咁我應都係講，或者俾翻人意見望一望人，一開始人一間。對，是你他們，這裡面開始。你要拿？你哪一個嘛？開了。還有個嘉賓，所有開頭的參加，俺哋二人共同參與，共同參與，因為那個有俺哋共同的記憶，俺哋成長的回憶跟記憶。俺哋往往羨慕歐洲嘅家公，因為古蹟弄安會保存下來，所以俺哋今日要保存俺哋祖屋佛法，創造歷史，對不對？也個佛法呢，因為天堂過後啊，係呢一個危險建築嘅哦，危險建築係你唔去維修、唔去整理哦，可能都仆下來哦。閩南嗰種歷史文化，還有嗰度古蹟，都最多播放哦，讓我幫忙聽解啊，買啲播放啊。有個裝修好嘅，研究對地方嘅大個有可以示範開放出嚟俾人參觀，嗱，因為咧，呢啲開好嘅事情哦。虎浪宮派下嘅學先生嚇，嚟感覺到嚇，前面來就係應該佢，我感覺佢朋友嚇，我相信你那阿公婆，我哋前面比較佢嘅人，阿公已經全部都齊齊，你開唔過天天。阿峰，這就俺人提出來支持你，挺你。而世界上有5年去做5事，啊冇真哦，拆開就會簡單，反正馬佢嘛拆開，馬佢嘛開唔到，就裝麻將存相片的，馬佢又冇留下，所以 OK， 其實我想我們照表操課回，有意見？有意見啊？哦，那請主席邀請好了，好。各位，
文化资产保护法各位相关法条，你各位有没有去看？有总则，有奖励，也有处分。各位，你看过嘛？你了解嘛？你像讲二周，实际上你有了解嘛呢？云林县啊，斗六市正义堂列入古迹，各位这是他的照片，只搭铁皮屋啊，不会额外的砸唔得。为什么？限定古迹一砖一瓦都不能碰，你只要碰违法。但是中国文化局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也给好职业古迹师统一奖赏文章，而西部也没问题。你可以代表高雄市文化局吗？你可以代表所有文法一切吗？啊！你大概讲过快堂啦，你唔也黑，我也黑，你唔是国父嘅，我也是国父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声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你看过吗啦？你就是要高雄市文化局同意，对不对？超也没问题。各位，你只要这一瓦掉下，你拿去丢掉，你违法，各位你知不知道？不是嘛？没问题啦。我只看白纸黑字，各位。我可以试试啦。什么不？这是事实啊，在这边也是事实啊。估计好张哥在利用你的闸门多啊，唔好讲我。哪个好正咯？哪个咩火咧？哪个话好正咯？哪个男好正咯？慢慢都好正咯。慢慢好正咯，是我係冇人好正咯。你講出嘅理由快講，係好正係就正。你講嘅理由嚟睇，慢慢都係好正，你講快睇，睇錯故意。你講我係冇自己講法，我冇自己下班係意見，耶穌係就正。我只跟各位講這句話而已。為什麼要把所有決定權給高雄市文化局，而不是我自己決定？好，謝謝。俺另外一个声音也听到，主席，俺继续下一个会议程序会。咁你阿太太有來嘛？冇來。阿鳳來啊，先阿同講咩？冇，唔是阿弟，我講埋阿弟啦。咩阿同講啊？好啦。唔是搶單啲咯。好啦。佢啲路喲。做乜鬼啊？走了。咩哥？舅妈，拿法样讲哦。好想跟郑老师了。还要化妆吗？我还以为你还要化妆呢。哎呦，很有趣的哦。唱祝公歌，用我哋總副農派下，引導引希望，好嗎？好。龍王子孫滿堂。08、09年吧，就是这佛房受到地震，又是加台风，而且有一阵还被当时县政府标示为危险建筑。我就回来跟大家讲说，要不然我们用申请来古迹看看。那所以当时因为很紧急，所以就送了。我那个侄子一代之一说，当初是谁送的，所以我毫无疑念，就是我送的。那如果里面有任何程序瑕疵，都是我的问题。不主张保存的佛房成员，他们要继续从事这个农业生产，他们孩子要回来住，他们有建仙房的需要，你不能够说他们的期待是不合理的。不过，即便是这样，也都还非常拉扯嘛。纠结并不是说有人反对这些，而是它是在你的记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清晰。而且他们孩子是我看他长大，我小时候陪他们念书，然后他们的父亲经常带我出去玩，带我去见识各式各样的世面。这么样的交织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又搅进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财产关系，所以那个其实不是锥心刺骨可以形容的。哇，
雨越来越大。好了，这是我们的茶园。隐秘的茶园。哇，朱老板进去坐了呢。哦，这个要很细，慢慢弄啊。对。我这个树真茶树真的是越来越强壮哎。嗯。啊，重见天日。喺家位行咧提揀嘢，梗係結婚提園藝檔嗰嚟講行咧嘅接枝啊，安尼法吼，做通過以後去接觸一個體內一個養分，一體內一種氣頭。而面容吼，有各種各樣嘅一種人嘅關係。體人的關係、食人的關係，我還有親人戚的關係。雖然沒有夏天，但是也有一點勞動成果了。勞動成果在講的。最喜歡的氣候啊，係啊，這種氣。以前看牛，攏嘛去萬溪，啊甲樹雞果。哦，樹雞果，樹雞果做食個。作為一個體面農貨，你不太人吼，老實講，你冇到貨，你個人哋空間裏邊，唔出地，人角色一樣去做，人角色跟人本性其實嗰度衝突。挺好。責任重大。對啊，要做好。所以吼，一起到人哋干伊啲下就講到是把手變慫誒。那个是美容很少数的闽南的佛房啊，所以等于就是回到外婆家，就是跟客家人在外面有点相反。他们在美容是非常边缘、非常弱势的那种小族群。我妈是闽南人，那我是我妈唯一的儿子。他在一个不是闽南的社会里面，要经受那么多的那种劳苦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定程度是透过的儿子证明这一切是值得的。可是婚姻也没有照他的期待，大学念一念又被退学，让他有好几年没有办法面对街坊邻居。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之后回去，又没有办法照他期待，就是有一个很稳当的那种工作。哎，各位 ，OK， 好，拜。剛坐到先。哦，他也有而已嘛。係啊係啊係啊。台北的可能性我睇。哎，冇啦，而家下件下月高層啦。有也好，冇也好啦。你要去把咖啡嘛，跑咖嗰度。咁啲哦。係啦。
你緊做啊，快做啦。也唔可以講用快做啦，就其實你公家做主管吼，省氣時間冇咁多啦。那條。那邊吧啦，應該係冇人見。邊間度啊？驗身。係啊，驗身。係啊，冇。應該係做呢條。應該冇條板。誒，有。真我看到了，叫我看到了，好快快些來聽晚了，哇，快些，哎，喺我邊度做？4點半。哦，4點半啊4點半我們就從高雄趕過來。好漂啊！我沒有看。是你還是你？是那個我們愛鄉協會的那個。哦，兄妹啦，那個兄妹。但是你在這邊很活躍啊。阿媽做過。哎呀，做過了，你都是跟那個唱歌那個什麼一起嘛，對不對？林聲祥。林聲祥，對。所以我常常看到你現在還有作詞嗎？作詞是你嘛，對不對？他們兩個合作。對，所以唱歌啊什麼的都是他呢。對，作詞他了。對。我現在還記得嗎？我也喺揀你。揀你啊。係。而家有小梅係語言梅喺度。哦。好。OK， 謝謝，好，謝謝你，好 ，OK， 我休息的。好，謝謝你，謝謝 ，OK， 好。好，謝謝，好，慢點，謝謝。中人嘞，中啊社會。其實你有特別的呀，叫人哋睇，我搞睇事情。你有印象嘛？叫佢哋睇個都聽咁樣講，把一道粒安尼意的。一定喺度見。啊，我們都搞全部都搞討論太事情。禮拜一啊，下禮拜一啊，那個柯 P 那邊要我去甄選那個客委會的主委，那禮拜一要最後的，有3分鐘的，就發表每一個人的施政的想法，但我還不確定可不可以把他們帶上去。我如果有的話，也許文瑞你可以帶一個比較簡單的攝影機上去吧。涂醒哲沒有問你嗎？啊，沒有啊。不過嘉義市我比較希望就是我生活的地方，這邊參與深厚，有時候人際關係會變得複雜。就像美濃那樣，後來有時候會回不去了。人總要有一個可以回得去的地方。我是覺得他們不可能要我了，不過就是既然他們要我去，我大概就會講一下，從整個台灣的文化運動角度，客委會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了。
就去啊，就流浪到台北了。很久没工作了，去工作一下好了。上礼拜去完阿里山之后，我就跟慧珍说，这点太有趣了。我说，跟我风生活的最自在的是跟那个闽南的社群。对，我想对我可能首先是农民，再来是美农。再是客家，但是有时候这东西不是那么好，可以切那么清楚。可是你一辈子都还是有很多个部分是跟客家，就不管是概念也好，场域也好，或者是人也好，是扯在一起的。就是。有时候你会感到一种社会责任，或有一种使命感，你会觉得说，你可以为那些有可能改变的东西付出些努力。你的努力也许微不足道，也许不会成功，但有朋友在努力，你又不忍心让他们孤单。我又会去，但一旦靠近那种磁场，对啊，就是这样拉扯。要变成公共事务服务者，就是全新的开始。对整个领域的许多知识的不足，所以我马上会在特意交代了100天之内，我会拜访100位先进。那过去总主委也有这个公务机关的经验包含在高雄市水利局局长、行政院客委会的主秘，然后还有嘉义县的文化处处长。那钟主委也是这个词曲的词的作者他跟林声响过去的7张专辑得过多座金曲奖、金鹰奖肯定。那他本人也是2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作词人奖。我们请钟主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好。那么呼应柯市长的客家的文化政策呢，未来我想我会跟客委会的同仁来合作，能够让客委会变成是台湾的客家文化跟台湾其他文化的一个非常对话的一个平台。那么也希望台北市客委会能够扮演台北市兵马空中。哦，奇怪，以前这种事情，我大概7早8早就醒了。我今天早上突然没自觉，奇怪，我觉得我怎么睡那么好，而且好像那个天色已经很亮了。
所以你跳起来的时候吓一跳。对啊，跳起来的时候已经快7点半了，啊，开大概140，冲到高铁站坐8点09分的。觉得好像是在庙里面的签筒里面抽签一样，抽了2支签，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是够，不要多想就去吧。不过这过程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超级震荡、超级暴力的，所以得挺住。所以我觉得是2支签牌。走吧。台北市政府副市长、一级机关首长宣誓就职暨交接典礼，典礼开始。不达命令，任命郑家基、林金荣为本市副市长，蓝志忠为本府民政局局长，庄永峰为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景祥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处长。致辞。于事已至诚，特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交接义气。整理一下是那个议员比较关心我会把议员有咨询我们的部分会整理好了，像我们这边还好啦，我们议会的议员对我们的比较少一点。那明天晚上还有会在那个是一定要去的。这个就是新旧任的议员这边那个潘什么的。那有的首长有事情啊，有时候也会没有参加。那要去吗？对，这个。没有，其实可以了解一下嘛。对，是他们首长的。还想种，含咧尼农用的海家行业。可是也拜呀，你甚至个意外啦就嚟到台北嚟校委会嚟工作。我毕竟含咧從南埔上嚟，咁我過去我所工作嘅啲地方大體上含咧提南埔。雖然講我提啲嘅校委會有做過10年主任秘書，但是其實就像5年嚟，所以老實講我提台北市客家一個工作經驗老實講還是會有限。所以我希望客家能夠多幫人自高。我也希望就講台北市客語也好，客委會也好，不應該搶走客家語呢條路。台北市嘅客家文化、客家做嘅事情，對台北市嘅非客家語可以產生意義、產生作用。安尼話客家語就推出去。我比較期待我們不要把客家當作是一個 general 的一個概念來面對。比如說我們在南部。搞來搞去都是藍山，搞來搞去都是藍色，搞來搞去就是那幾個那個符號，自我刻板化了。就哪一些，其實是很多，可是我們就抓一個可能是最好認的，往我們身上貼。所以呢，我們從此呢跟什麼，跟板條連在一起，跟什麼什麼東西連在一起，不要再落入傳統那種客家籍、客家語言、客家認同這個東西。不要再把我們客家人想象是一群沒有面目、只有一種表情的人。我覺得再這樣操作下去的話，我想
你们跟我一样，一定是越来越没有想象。有可能跟我们合作，比如说我通过一个计划，我来选一些有意愿的一些，可能是艺术的，可能是公益的，然后他对这个你们的东西很有兴趣，通过我的计划，我送他们来这边，就跟你们货个2、3个月。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年轻一辈的客家工作者接触。那这样的话哈，我觉得年轻一辈的客家工作者才会进来。比如说哈，我们客家人的文化跟后现代城市的那种文化跟艺术的品味怎么对话？我这样讲也许会把各位吓一跳。不过，比如说哪一天我们的客家的艺民节的活动有客籍的同志也来参与，这个在台北会是一个让台北人觉得说哦，客家人很进步，连这个多元认同、性别认同他们也提出来了。我知道不容易啦。我知道不容易，要接受很多检验，有很检验，可能老辈人会这样说啊，这个看不懂，也很猛，人家个 marketing 也会有这个东西，也会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一点讨论跟辩论哦，我实在是觉得文化不会有活力。对，所以试着冲出那个东西嘛。可是我们因为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里面在进行创新嘛，所以我们是拉着自己的传统一起跑的，我们没有把传统丢掉。其实我倒觉得你们拍摄有很多不一定要我在啊。美容的部分也许可以透过我们过去的那些一起工作过的人，我不一定在，我不一定要在了。对，因为有时候现在在心理上我其实有点抗拒回到美容了。台北市非常多那个客家同乡会的社团。他们经常有什么会员大会啦，什么理监事聚餐那种东西。我来这边的头2个礼拜，我几乎每场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东西，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美容的延伸。虽然说我很擅长那种语言，然后过年还是会去吗？过年我会去，所以最少年初2要回去一趟。对，因为姐妹回来不能家里没有人，中午跟姐妹聚个餐，然后聚完餐收一收，傍晚就走。我就感觉这个其实有时候有点怎么讲，有点觉得对不起这个火花。阿弟啊，我唔问各位。啊？阿弟啊。诶。弄那个煮的。出那个泥啦。煮泥啦。你说阿伯骨骼呀？啊个泥过后啊吼，2礼拜都抢命哟。哦，也冇做哟。诶，今日係咩電腦捱噴啊？我拿打那个呢。哦。全部排好的。按嗰度都禮拜開10啦哦。可能還會不錯。可能初3晚不就先提到，你除夕就會實現了。
难得一个早上的机会。你艺人呐，了回去说不是我讲的，你看。哎，我看他的几个名嘴了。尤其是所以每天始终的人是就会提供。要包点那个。这个谁啊？这你啊？发全部都是骗1分，不行嘛。这你啊？我。这你。好了，俺们再重放。这边，来，俺们再重播一个。那个已经换了人了呢，1分出来呀，人物你们找变了。以前的童年。对呀，我站在这里啊，嘿。要来看一下喏。哎呀，看呀，那底下片啊，底下片。我修给你那边。是在这里的。好，各位，决定抽一遍。抽一遍。你抽声音的呀？这个是他哥哥，你有去过吗？这个是秀琴呐，这个是1分呐，那是我，他是秀美。哎，我有走过去。好，看一下这边，来，1、2、3。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可能是6岁吧，就是堂兄弟姐妹的感情都非常好。比如说会一起出去割草、放牛，或是一起去小溪里面捕鱼，然后一起摘水果，当童工也坐在一起，玩也玩在一起。所以我其实多年来一直想要再重拍那一张。怎么讲？就是那一张好像抓住了童年的那种人际关系的，就整个农村生活啊，我觉得都还非常完整的那个时候。伊边个用风长西嘛，还记得家个伊出生家个吼，做每年吼，唱个的作诗吼，还能人托心球的作诗，10多种。过像伊讲啊咧，做每年的家个吼，可以唱爱多种种。他家家是不是过高兴就听阿哥，我爸爸呢最太吼，第二个讲到来吼，第二是忠顺，哎妈吼，头先叫啊家家妹吼，伊安尼替太阳的心球，一听讲有来，那么比你高做呀。家安尼很贵势啦吼，安尼唔听讲啊，叫个忠顺很重要。我可以看出来，他家己对伊个孕妇的出生吼，迄种个欢喜同个期望。我从爱无印象讲爱有跟爸爸向下翕相的，虽然侬差唔多安尼差2岁，毋过讲阿凤有过度的照顾，过度的希望替伊生吼。阿凤都社会世界吼。几乎到前3名一个状态，通明的各种之后哈也一次个平稳，考上上中的时间，记得佢当时哦，大家都个痛啊，佢下图等于讲伊图专心读书哈，伊发扬冇动，还发有一个发都讲啊，伊还那蹦掉的哈，蹦掉的都讲啊，忠顺哪有自己蹦掉。也要负责，比如讲阿公阿妈过生时间也要蹦掉，哈，佮伊喺做嗰度仪式上嘅主要角色，甚至都讲那是每一年哈祭祖嘅时间，都会提祖先前面讲一些讲啊，讲俺哋有进步啦哈，咪要做乜嘅啊，伊托土母女。其實嘛係阿爸嘅期待啦。如果人家屬地方都講，南門人出去要發展他讀功課，啊，事實上伊到後面還發現伊過好係能音樂，過好係能寫詩，啊，過好係能人文呀方面，先都得從頭好嘛，硬體幫來幫去。
成功问题啦，这个有个圆满的家庭安尼。不过因为伊后来这个为公部门工作嘛，哈，大家嘛感觉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安尼。我想要谈下他搞的那个职高就讲吼，因为遐毕竟是石头个无相同的，俺可能无办法再用过去俺所认为有好的一种方式吼，来面对后上一批的那个工作。啊，俺在最后讲的东西就讲，也该那个客家，迄边能够跟其他的议题能够对方，俺们讲赢嘛，俺们不讲赢讨论，就要语讨论啊。我的母语是客家话，我也认识很多的各级的专业艺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去让他们有发展的平台。如果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去创作有关客家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目标，或者创作一出戏、创作一个东西，会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进来。导演王嘉年以头一摆来挑战，早前係用客家來演出嘅舞台劇，換做粵係嘛解釋，也其中對氣候唔正常嘅未來世界，現實中嘅堅持業，還有呢我哋相互競爭嘅劇情，另外還有客家族群獨到嘅生存危機。我們這邊推出了一個食物歸真運動，盤子裡面的食物都是你自己去栽種、你自己去摘取而來的。我知道在南部農村有些，如果我家今天收成，但是我缺人手，我希望別人來幫助我。那別人收成的時候，我去協助他，把這種交工文化的內容也帶進去。城市客家農村三個名詞可以很簡單的串聯起來，把中間的一個符號把它改成有，就變成說城市有客家的農村。我們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一個都會生活的一個新的形態。嗰個事情要面上哦，就講槍你給你冇用啊，還是必須要帶這個多年，強下山嘛要有用。跟一家自我表示，跟一家變成有機的一個人，能夠產生各式各樣的作用。事情變化出來以後，也不一定就要以人為主啊。就按你發話講到，做一個人嘛要夠強壯啊。他講嚟講嘅組織架構吼，跟蒙眼冇相同，也跟台灣大部分攀沒有飛的方式吼冇乜相同。因為過去攀沒有飛方式吼，當過一天有榮譽主任委員，有駐英委員，有執行長，譬如先期法吼，還有榮譽執行長，還有名譽副執行長、名譽總執行長，還有一個東西。今天你小來調整一下，就講吼。應該對組織吼扁平化，其實都希望能夠突出吼海外一個真實做事的一個部分啦。我哋過去睇下嘅移民之後，就變成係咧上一批人嘅事情啦。喺上一批吼，其實我長打工嘅，我因為講吼，來等人能夠推表新嘅客家精神，唔會驚冇奶奶。哦，他敢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嚟改變出人經驗真相觀。還有一個部分吼，那些講來看馬就串流講吼，就串聯跟交流啦。俺你想推進來到俺哋嘅台北，所以俺其實有時創作一個計劃吼，能夠幫俺哋都市好俺哋後生嘅許多現象去交流，譬如講這個計劃為咗苗栗，為咗新竹，為咗綠隊，為咗米諾，甚至有一態度。有一印度，有一非洲。特別是哈維比推出的2016全球客家創業計劃，籌建客家大幫計劃平台，邀請後生的藝術工作者對客家國土來看世界。客家社團都罵死你！哇，你要做什麼串流活動？給10個人，460萬！我的媽呀！還有一個研究會，研究什麼？要研究這個客家文化園區它的空間的規劃率。對不起，早就好了。你要繼續傳承，繼續發揚光大嘛。因為你不懂啊，我懂啊。我從小在客家莊，我講客話，我懂嘅客家人嘅鄉情嘅心，做我們的老的改變。
钟祖伟，来从南部来耶，你从南部来的，你在台北的客家活动里头，我根本压根儿都没看到这一号人物。你要把我的客家文化节改变，把我750万分2个项目。这不按说明嘛？这不按说明一下嘛？唔講啊，用客家講。半年一個750萬吼，並不是你們這個經費，一個客家文化節年內經費還在其他的表演空間，用委託創作方式吼各種的東西，所以一個跟你們這些前行的兩比是。我其實感觸很深啊！我在台南縣跟嘉義縣那邊工作的時候，即便是在那邊是當文化局長、當縣長的機要秘書，處理很核心的那種政治派系的這些工作，從來沒有人問我說：你不是閩南人，怎麼可以來當我們這邊的文化局長？怎麼可以來當這邊的機要秘書？甚至你還不是我們本地人，從來沒有人問過。所以那一時刻，我其實像通電一樣啊，就聯想了很多東西。應該跟你最親切的地方，反而會用一種最讓你覺得很陌生、很疏離的疑問面對你。就好像是20幾年前，你剛回到美濃的時候，人家也問你說你什麼時候要離開，人家也問你說你怎麼來這裡做這個工作，即便你是當地人。16年以開始，春暉上線實種從八The politicians say the farmer is very hardship, so their land should go to the market freely, so everybody can sell, can buy the farmland. But later on, those people in the city. They 炒地皮，有人炒地皮。炒地皮 ，I don't know. They buy this land and push the price of the land to go high and they sell it. 炒地皮 ，like earthquake, the tsunami run from the city, so everywhere people 炒地皮. So at the end, the younger farmer cannot buy the land, cannot own the land. So this deal with now the situation of the whole Taiwan. Yeah, I know. Recently. 16年的台州，春暉上線實總統從八能說，盧竹港的模式物冇人可以用消滅，能當時375，殺3萬，天落，你的衝突嚴刑趕法，萬對疲了溫國，假使傾心。都在結家要做太體主，當初係做太陽，菜也做叫咁樣，從八個能說，按豐盛的場面，能聽眾面向唔到，演唱神口，將表現給，嘛個像農民辛苦，天求變自由，一下炒地皮，將體同太濃，都市結出。一路種到山崩水滅。下周哈，跟人那个还是一种神明发高歌唱啊。影響個程度就其實有影響成。
体嘅礼拜日整條，我係18人書包出去讀書啊。嗰個係嘅書包社出行多人嘅門了，剛才搬過來。阿峰點樣係禮拜日唔是上課？阿講我做乜嘅唔是上課咯？你頭上我係上去，我阿爸咪還是喺夏天，因為還是出來食草，做乜點樣按到禮拜日？又唔是學校學，又乜嘅討論，我冇辦法理解。所以喺度慢慢地就講到吼，見到我係其實係好多東西哦。啱參與了吼，唔單止重新規劃我嘅想法，還重新然後規劃我嘅人生。市長對於那個對，我們就在那邊等。もうちょっと少なくて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不眠，晚出不眠啊，依靠晚出不眠啊，依靠 OK。什么啊？比古人生能传家国父，白血沙给别当过，做比你给你辣子。I always had to struggle with time change. Okay. Yeah, so you have to look up to the clock. To the calendar. Yeah, okay. After 11, okay. But after before that, we only see the sun, only see the moon, only see the daytime, nighttime. Yeah. So you experience. Yeah. It's very suffocating and profound to m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那比上发出政府日记挂不住，满树不명啊，只靠扶风之体想出租。里面3期吼，其實係咧南部體嘅大型工業區，差唔多捱到接受試驗生以後，美濃也好，里面也好，反正里面工業區電動人嘅象徵，比幫這個都後生嘅。我喺農村喺度變樣嘅咯，就開始變兇惡。我喺度花嗰度時間去理解，亞種兇惡吼都在存在了。兄弟，我們在這個正東宮前面。OK， 好。OK， 好。啊，兄弟。哇，太久没见了。那个，我介紹一下好了。就是他們在彰化鹿港那邊有那個鹿港囡仔，一群鹿港青年。你像我們有個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對，就是全台灣各個團體的那個空污的一個跨團體的一個組織。包含那個埔里嘛，哈。對，埔里也有，對，然後就是日輝大哥，對，你好。他去拜訪了好多村長跟好多罹癌的受難者，那現在他們已經組了一個聯合球場的小組。我們做的資料，那有機會的話再來跟大哥請教一下，因為這個如何把地方動員集合起來，是我們一直我們做不到的事。我真的，其實之前美容反水庫運動孕育了台灣很多青年跟那個運動團體，像我那時候世新，我那時候大一升大二，我們社團剛草創，我出的第一次出隊就是去美容去學。这是我被啟蒙的一個運動。對，那這個是詹長遠教授他做的研究，他跟國家衛生研究院，那今年做第2年，特別針對小朋友，國小的學生，那有的甚至才8歲9歲而已，就是尿液中，而且是年紀越小，含尿液中一級致癌物就是 VCM 氯乙烯單體，它有個結論就是離幼青越近的濃度越高。你的自從六輕來了，我都很注意你們在地方做這些工作。想要寫一些什麼東西支援你們，
那可这个东西本身有它独立的普通的价值，可以对整个台湾在讨论这个，尤其是南部的石化业跟空污的问题，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认识啦。对，然后我更大的一个想法，说也许可以触发你们来写你们自己的，写自己的运动，写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串联，对，那个更重要啦。就这样提吗？对，这都可以随意提。你好。张环梦、月英姐。你好。我许丽。你好。大成教会牧师，他刚好在我这边。这个不好呀。最近好吗？没有，没办法。等一下要不要先现场看？好啊。所以我们走路就可以了嘛？对啊，稍微走一下，因为你们。我们最近跟生阳写了一张以石化业为题目的一张专辑，对，然后会写其实跟你们还有跟6000的松岭他们地方工作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就想来分享了。应该回来快20年了，我就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个地方的离开比较深。这个村落永远是不是要回家就是要离开，但是很现实是离开不了。如果是日本或欧洲或美国，这个村落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小村，因为它前面有一条海水出去，那边有台湾海峡，那边有浊水溪。各位，我小时候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洗水区的哦。6000就在那里了，所以这里的人就说，人可以走，土地走不了。6000起来之后哈，其实云林很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有很长一阵子其实士气非常低落了。那么低落的情况之下，竟然冒出一个自从6000来这个网站。那这张专辑其实哈，就是有很多东西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还有很多还有好几首歌哈是跟自从6000来的这个网站有关系。基本上哈，这张专辑哈就是讲一个村庄，这个村落有可能是在台西村，有可能是麦寮，有可能是台西乡，也有可能是林园乡，也有可能是美浓，也有可能是后进。我就把它集合成一个被石化业所包围的一个村落。90年代初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要设立一个综合性的重化工业区，叫做滨南工业区，每天呢要耗用32万吨的水。当时呢，他们的水的供应的方式是怎么处理呢？就是美浓水库。所以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美浓反水库其实跟石化业的议题是息息相关。如果说你跟我讲说，南部是因为要维持或是发展石化工业，所以我们要有稳定的水资源工业。如果你是这个逻辑，你觉得是成立的话，应该盖在台北市啊。台北市的世界降雨是最平均的地方啊，对啊，所以台北盆地其实应该发展石化工业。照你们的逻辑的话，要是让笔下的那个故乡是一个随着时间呼吸活的一个故乡，不是被乡愁概念化的停止化的。童年再怎么样的和乐安详喜乐，60公里外的那些加工厂、化工厂在盖的。
现代化的那一种非常凶狠的作用已经产生了，那一大片的黑岩其实都已经快到了。红岩从来不是木格嘛。喂，是红岩，是你好，是你好，喂，你好，我是钟永峰，您找我吗？是，我还不一定，因为还有一些客家大佬的拜会工作下午进行，所以我们电话保持联络好了。对，现在媒体那边开始我会杀过来，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看。市长要我过去，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请教育局曾局长、文化局钟局长、法务局袁局长及客家事务委员会曾主任委员就宣誓位置。特顺国家法律，尽忠职守，报效。我想就是，任何人来当这个位置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如何能够很有耐心的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沟通，然后想出一个折冲的方式，这个是这个工作里面要求的重点。这是雨，局长，你眼睛为什么不睁开呢？要看节目吗？节目在进行呢。议员担心世大运开闭幕表演，要是碰上下雨怎么办？当场在议会模拟雨中开幕。公立台湾大学24号校方把田径场出借给中国新歌声上海台北音乐节活动海报上的地点写着台北市台湾大学田径场，也引发台大学生怒吼。市府跟对岸交流却自我矮化，文化局坦承有检讨空间。如果重新检讨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助上海的主办方对于台湾的大学的自治精神要有更充分的理解。市长，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让局长下台。我们要乐于配合，不决而已。这就是蛮横，就是无能。但这一点要你钟局长下台，一点都不为过。我很期待新的局长，您本人钟局长，你自己对于这些古籍、文化历史、文化资产，我相信你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视。就我对你的了解，就我对你非常高的期待。希望文化局的文资审议能够重新召开，能够公开透明。菊园百货外观已经被整建为玻璃帷幕，因此文资委员认为只能认定为历史建筑，而不是市定古迹。文化局立即征收员工。最高法院今天判决日日春败诉定谳，日日春协会呼吁台北市征收文蒙楼，以保护古迹。如果他都不作为的话，我们才会启动文资法第28条里面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强制征收。就要开了。你们拍完，我得去过我的嘉义生活啊！我已经1个月没回来了。那台北就这样。我观察那个脸书上面的气氛啊，他等于是用你之前的被大家认识的那2个社会身份，
来检视或者是批判？你怎么可能要求大家分开对待呢？那一些文字团体在攻击你的那个部分，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就大家对于文明的期待当然是越来越高嘛，而且对于文化的重视越来越高嘛。可是走到深水区之后，它跟其他的社会发展部门的相关性其实是越来越强的，就本来就不是好处理的。面对那些文字的东西，我不可能比田伟更熟。他做他的专业判断，我做我的政治判断。反正这个是我一贯的从运动到工作主张，就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知识人，好串联各种分工，让分工之间可以有一些协调，然后让整体的工作的关系可以更好。你看，像我们家这么简单的一个三合院，10年了，如何让这个大家对发展的期待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妥协，10年了，本来就不容易的。他们上映多久了？这1个小时哦。这里会有人摘吗？水果煮熟还是？Hello。Hello。快点，大哥。塞车。塞车。车多了。草木专那边鬼都赶你。哦，係啊。对。太貴。明星才刚到。好来。阿公阿媽爸唔係，大家我哋就困難。好。要讲出来，要收音啊！要收音啊！演一首诗好。练一首诗。练一首诗，吟诗一下。今天是诗人节。迟到了处罚。都在很乖孙啦。出嗰度之前啊。做這個冇係空賣完咯。對啊，啲台北冇簡單一條路啦。要不要看到你運動物件啊？不是可能體重啊坐喺鹽水啊，啊個阿毛佢哋坐喺鹽，逐歲而哋鹽水，你話？我那天耳飛啦。冇講到啊！第二反正做個比較大做誒。我那啲人就關心講下吼，因為人哋啲比賽場地吼，冇碰嘅咩，啊落雨吼，人哋一批防案係你用嘅啦，冇得問題。從我哋都咧，你做個睇噴水嗰片啊，一片啊，你唔會啊，我苗條嘅嘛，嗰邊嗰後隔壁一搶到有點點嘅嗰個，隔嘅多，隔嘅多，唔會搶花。哎呀，我們到阿鳳公園發展哦，是啊，我再把那一段嘅葉咩？唔來，但係弄上弄下啦。所以我哋天使我看到阿鳳嘅，你自備可以嘛？無邊上看到啦，係啊。啊，平常冇乜嘅咧鼓類，所以看到那種紅牙嘅看得到，覺得我見你都覺得。有紅牙看得睇。屌啊！比一大比嘅，全部都比這位。我點炮哦！我點炮哦！干拍了，干拍了。幾多號咩？拿來沒？以前拿來有沒？來，我就來講啊。主記者。我講睇下。講。睇下講嗰個有。再講一遍。哦，沒有。阿爸呢，他說希望能出省啊，那個大家支持眼望的實現哦。按阿峰頭先講多，也特別也觀摩下，也對特別關顧來哦。按
也够有用啦。哦，俺还都做总南来讲，噶阿峰小做哪公园搞个法嘛？没事，按说的。啊。是大有阿公。是啊。唱。唔吧。特别迄单我唔想讲他嘅。讲系啊？咩讲阿婆？阿公话。睇以後吼，我發現韓式到睇嘅歌唱裡邊吼，其實嗰度種詞冇傳統嘅一種社會關係同社會處境裡邊吼，可能冇辦法吼，跟你講和平相處。但是吼，就講同時吼，唔單是一種創作嘅詞，我就看一個事情以後，唔會保持一種，可能係一種過社會後嘅一個男性啦。因為只想理解過全面嘅東西。